不論你係準備新加坡，定係好似我咁樣會帶埋小朋友一齊去嘅，一定要睇睇呢個親身感受嘅片段，可以種少好多好多福㗎。首先，新加坡嘅天氣同香港其實係一樣咁熱咁曬嘅，一定咧令你可以有一個健康嘅膚色。第二樣嘢就係新加坡嘅路牌幾乎都係用英文嚟標示嘅，即使當地嘅華人呢係識講華語或者白話，但係最好呢就係同啲識英文嘅朋友一齊去。第三，如果你係睇住 IG 或者小紅書去打卡揾餐廳嘅話，咁恭喜你啦，你會得到一個肯定係貴但係未必好食嘅體驗。至於係本身中意食榴蓮或者係東南亞重口味嘅朋友，咁樣新加坡就會成為你嘅天堂啦。而同我一樣係一家大細去度假嘅朋友呢，千祈唔好錯過聖淘沙島喎。除咗環球影城有最新開嘅 Minion 之外呢，其他嘅遊玩設施都足夠應付3到4日嘅行程㗎。最重要嘅嘢呢，就係手信啦。新加坡呢，唔同日本或者泰國喎，我覺得佢手信嘅選擇係比較少嘅。而我老婆形容直頭係講話冇衝動去買啊，結果呢，我最後係幫人哋買咗啲新加坡嘅追風油。以上所講呢，純屬個人經驗啫。如果大家有其他嘅建議或者想知更加多呢，歡迎留言話我知啊。